香港單車隊就喺全民備戰嘅時候受到保安嘅阻撓，有職員更加被毆打，港隊已經係報咗案。再由劉顯輝喺山東濟南報道。港隊呢日下晝如常練習，主力隊員包括黃金寶、張繼偉等都有出席。星期三朝早，港隊同上海隊喺訓練之前，希望提前入場準備器材，就被保安阻撓。上海隊一個教練被保安推撞打傷，香港體院職員捉住打人嘅保安，要求對方交代，亦都被其他保安打傷。那幾個保安呢，就說誰看見打人了，誰看見打人了，接着在背後就踢了我一腳。誰看見打你了？有誰看見打你了？背後又給我2拳。那麼這個時候呢，上海隊的運動員趕過來了，他們保安看到運動員趕來過來，就不敢再打了。佢只係受咗輕傷啫。咁港隊成員黃金寶早前提早入場館嘅時候都受到阻撓。無端端佢就衝過嚟拉住我咁樣，跟住就話即係你唔可以入去。咁我話點解？因為我哋好快就開始訓練。咁佢就話即係可能未到時間啦，或者係點樣。咁但係即係覺得又冇通知我哋啦，又冇同我哋成個隊去溝通啦。佢話事件係好罕有，好多比賽都唔會出現呢個情況。教練沈金康就話：呢日已經可以提早入場準備器材啦。場地單車嘅項目由星期六開始，一連5日會喺呢個場館度舉行。沈金康又話：事件已經過去，希望港隊可以專心爭獎牌。無線電視記者劉顯輝喺山東濟南報導。